节目一开始，赶紧来关心这金华城案件。检方今仔日搁再行动，指挥这廉政署去敲威京集团的总部，也有子公司中石化、中华工程，甚至是这台北市议员应晓碧的机关研究室等等。甲威京集团的主席辛庆京，也有这金华城董事长陈玉坤、应晓碧等人呢，以被告身份来约谈。北检发现讲，这辛庆京涉嫌诬陷应晓碧，才有可能是要处理这用职的问题，而且有可能私底下接触到前台北市长郭文德，专案会向违反贪污等罪嫌来侦办。媒体规个包围台北市议员应晓碧，人挑廉政官大会，伫镜头前嘛大声替家己背会。身正不怕影子斜，好不好 ？OK， 哈。互人带走前，搁再一届背会。啊，毋过应晓碧，互人认定甲金华城案有牵连。检方发现伊涉嫌帮助တင်情，帮助的对象是伊。他曾经是我幻想的骄傲，但是也是我18年的悲伤。威京集团主席辛庆京也是金华城创办人，互人控告找应晓碧协助处理金华城应职问题，佮私底下接触前台北市长郭文铁，即马换来互检方约谈。伫威京总部大动作所在，检验二倍分真揭露，威京子公司中石化、中华工程，也甲应晓碧议会研究室真侪位拢互所在。因为检方为应晓碧的小户有查到，甲威京集团等人有金流往来，怀疑有收钱伫办代志。大会审讯经应晓碧、金华城董事长陈玉坤等人，以被告身份询问。无任何一任市长图利金华城，只有金华城37年来的被霸凌。那陈玉坤对外百法冤枉，即届审讯经嘛写请辞文来回应金华城应召伊法令申请，佮讲郭文铁毋捌讨钱，颠倒是福市府甲瓜市府有官员亲身也是派人来讨过，毋过伊无妥协，毋再互金华城申请用职，一直互人报复。副市长有没有什么话想说的？争议不断，为前台北市副市长平金星到真侪都议会委员，包括是学者陈春堂、陈明杰、行政院前秘书长刘玉山，检方进行密集约谈几60人，都是要调查金华城用职率伫郭文铁任内安怎为392%提高到840%，尤其应晓碧的面当会，互人讲是关键，替金华城找解放，自创应职奖励。没有关系的，我觉得还好哎。除了金华城案，检方要调查是毋是有对价牵涉到道理顶罪，由民众甲政治人物告北市区高菜市场改建等案，郭文铁互人指控真侪件案件，检验拢要一项一项对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